早晨，唔知你有冇試過屋企七角咁亂，跟住連自己嘅心都好煩呢？嗱，又或者台面有好多雜物，一件疊一件壓住晒，想清理又唔知點樣入手喎。嗱，今日要講嘅呢本書呢，叫做《每天把心掃乾淨》，作者係一個日本禪師星野俊明，佢教咗我一個好簡單嘅道理。佢話原來執屋同執自己嘅心其實係同一樣嘢。首先講第一個重點，書裏面呢就話生活空間就好似一面鏡，反映緊你當下嘅心理狀態。間房亂呢，心就亂啦；環境乾淨呢，心就會平靜喎。嗱，呢個唔係風水，係好實際嘅心理反應。作者認為啊，打掃唔單止係清潔咁簡單，佢更加係一種修行。當你收拾雜物嘅時候呢，其實同時係喺度放低執着，放低雜念，放低好多不必要嘅情緒包袱。所以打掃係由外至內嘅療癒過程。整理完空間，個心自然就會輕鬆好多啦。好多人呢都會諗，喂，等我得閒先執啦，年尾大掃除咪得咯。但係作者呢就話呢個其實呢係錯嘅。佢強調啊，打掃唔應該等到污糟先至去做，而係要養成日日做少少嘅習慣。點解呢？因為持續嘅小行動呢，先至可以真正累積出轉變。就好似刷牙咁樣。唔通你等到蛀牙先再刷咩？到時就冇用啦。而係應該日日做少少保養嘅。嗱，打掃呢都係一樣嘅道理，每日做幾分鐘，遠遠好過年尾先至嚟一次大掃除。而且養成習慣之後呢，你嘅專注力、人際關係、做嘢嘅效率呢都會提升，因為你學識咗即時處理，唔會再拖拖拉拉。你可能會諗禪係咪一啲好深好難明嘅嘢嚟㗎？嗱，其實唔係喎，作者想講嘅禪呢係好生活化嘅專注當下，覺察自己，然後放低執着。嗱，每一次嘅打掃啊，都可以係一次少少嘅修行。嗱，例如你抹台嘅時候，就專心感受塊布同台面嘅接觸，留意自己嘅動作，唔好諗其他無謂嘢。嗱，呢一種專注當下嘅狀態呢，就係修禪嘅第一步。嗱，唔好以為一定要去深山打坐先至係修行喎。留意你自己每一個平凡嘅小動作，都可以呢成為調整自己心靈嘅機會。講咗咁多理論，不如睇下點樣實際去操作啦。嗱，我就推薦3個簡單嘅練習。練習1。執床。嗱，每朝起身嘅第一件事呢，就唔好去睇手機，而係執一執自己張床，摺好張被，拍鬆個枕頭，將床面呢就執得整整齊齊。做嘅同時就問下自己，今日有啲乜嘢麻煩嘢係可以放低嘅呢？嗱，將呢個動作啊當成係你自己心靈上面嘅開機模式，為新一日呢做定調，幾分鐘就搞掂啦。咁之後呢，你會發現成日嘅心情呢都會好平穩嘅。練習 2。瞓之前10分鐘又執一執。瞓覺之前啊，用10分鐘 check 下屋企，將用完嘅杯同碟就放翻入廚房，將啲衫呢就掛翻入櫃，將啲雜物呢就歸位。嗱，唔需要做大掃除嘅，淨係將一啲唔屬於當下空間嘅嘢呢擺翻好。習慣咗之後啊，雜物呢就好難堆積啦，而且你都會瞓得特別安心。練習 3。專注打掃冥想。一個星期呢，可以揀一日，用10零分鐘嚟到做專心打掃。嗱，可以係抹台、掃地、抹窗，咩都得。重點呢就係做嘅時候全程投入，唔好分心，感受下塊布嘅質感，留意下自己嘅動作，聽下掃把同埋地板之間嘅聲。嗱，將呢個當成係一種移動嘅冥想，
唔好諗過去同埋未來，只係專注於當下。做完之後，個心呢就會好平靜，好似重新開機咁樣啦。好啦，講到尾，每天把心掃乾淨呢本書呢，想提醒我哋嘅呢，其實好簡單，我哋唔需要等到生活一塌糊塗先至去急救嘅，而係可以透過每日少少打掃嘅習慣，令自己嘅身心保持喺一個舒服平靜嘅狀態。外在嘅整理會帶嚟內在嘅轉化。所以呢，就不如由今日開始，由執好自己張床，執好自己張書台，慢慢將呢種覺察同埋放下嘅態度呢，帶入自己嘅生活裏面。嗱，記住唔需要一步登天吓，只需要每日進步少少，持續去做呢就好啦。嗱，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呢就到呢度，希望呢本書可以為你帶嚟啟發。我哋下次見啦。多謝你嘅收聽，唔好忘記按讚、訂閱、撳鐘仔，咁先可以好容易揾得返我哋。下次見。